高雄小港大南埔有一户徛家，79岁厝主出门哦，结果一转来厝就发现讲厝内一卡保险箱拍胖见咯，内面有金仔现金，大约是损失240万。因为调无监视器的画面，附近的厝边就讲哦，迄附近的监视器设无几台，实在是真无保障。有水讲黏的啊。 你讲迄个保险箱？系啊。厝主的查某囝讲，因阿母甲保险箱放伫遮，内底有银角、纸票、金仔甲200万的定期单。30下晡出门回来了后，就无看囝，惊一个赶紧报案。发生窃案的人家厝是伫咧小港的红西路顶悬。今年79岁厝主讲，伊要出门有锁大门，警方到场调查嘛发现大门有锁，嘛无互破坏。不过附近的监视器拢无翕到画面，目前正咧调其他监视器扩大调查。阿妈，你讲是有锁门啊，还是？有啊。你讲有锁门？ 有啦，我每厝里拢有锁的啦。初步调查，民众上锁大门未遭破坏，令周边路口监视器尚无有效画面。监视人员已采集到相关机证，送验比对中。同时，已积极扩大调阅公家监视器及附近商家民宅监视器，积极侦办中。 因为民众厝内无到监视器，而且警方找公家监视器嘛找无过面，到底保险箱是谁偷摕去的？警方正咧调查。附近民众讲，伊进前嘛捌着贼偷，嘛同款看监视器拢找无，落尾嘛是找无人，所以有的人就归去家己斗较安全。每个行路啊吼，啊像咱迄要带迄拢嘛爱做，啊要行啊内底嘛拢爱做，说有诶出来有做，啊看迄无对啊。 为了安全啊，这复杂。哎呀，来好早，而且我们又常常不在家。民众讲，庄仔头附近大家拢熟悉，人口单纯，不过规条红西路、长路双边拢是犯厝，所干那路头路尾有监视器，数量嘛无济。近摆若发生代志，就接找无画面，对当地治安来讲，确实会互民众感觉真无保障。记者柯家做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